在上集节目中，我们介绍了中油的自创品牌 Cup and Go 来速咖啡，让您来到加油站，除了一边为爱车加油，一边享受咖啡香之外，同时还能让自己变漂亮。许多民众也愿意尝试这样的异业结合，而行动美容科技工作者借此也开发更多客源。为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现在他们还要走入社区，锁定了社区中的家庭主妇，或是想拥有第二专长的职业妇女。为了让婆婆妈妈们亲身体验何谓行动美容科技，第一站来到台南市南区新兴里活动中心。透过体验课程，不只要让忙于家务无心打扮自己的妇女朋友找回美丽，更要让他们有机会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为什么我们要来跟社区来做结合？因为我们经济生意想说为在地做创生，那针对的创生的对象就是针对妇女。那这些妇女她们或许是已经年纪有了，然后她们也想学第二专长，还有美容的技能，她们非常有兴趣，但是因为没有管道那我们结合里长跟区长来做这个的通路的引介来做媒合那我们想说，我们为这些妇女，她们因为年龄上的限制，她没有办法出去找工作，所以说像我们这种美容的行业，就是会有限制年龄。那业者他们可能会有一些限制的部分那我们想说，业者妇女在这个业者有限制的部分，我们经济生计想说，在这社区培养这些妇女，来辅导这些我们弱势的妇女来做第二专长。那这个第二专长跟美容技能他们都同时可以来学。那我们这些学生来上课的时候，他们就想说，也不晓得生技跟科技这么样结合，所以科技美容非常有兴趣，跟我们以前的传统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来结合这地方的这些创生，然后辅导这些弱势的妇女？其实我们金星生技一直都在做一些企业社会的责任我们也结合一些社团来做一些定期的公益活动，还有一些公益的一些比赛竞赛，像美容的行业啦，还有手工皂的一些比赛，然后还有美容的行动的一些技术性的比赛。其实我们这些都是每年都有固定在做公益。为了让社区民众了解什么叫行动美容科技，与过去我们所熟知的做脸方式有哪些不同，特别开设了体验课程，包括基础的脸部纹理以及仪器使用说明。短时间里，让他们知道原来美容科技不再只是单靠着传统手技，而是配合美容仪器，以科技的方式导入生技产品进行保养，达到科技、手技、生技三技合一。而因为疫情期间，示范老师也在民众体验后一一消毒仪器，并且使用抛弃式美容床垫，消除民众对于这种接触性体验的卫生疑虑。民众有了实际体验，也认为如果能把这项技能学起来，或许能靠着这份专业为自己多增加一份收入。从事不动产买卖嘛，那如果时间上允许的话，我们可以就是有机会创造第二份收入，当然是可以啊。因为像我们行动美容，不单可以帮别人变美，就算学会了，让自己美美的也不错啊。让我们周遭所有的爱美，因为我们女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那能帮自己打扮的美美的，做的美美的同时，也可以帮助到别人更美，那不是更好？我现在是一位家庭主妇，也想在家庭的经济这一块呢，能增加一些收入，希望借由这个机会，能培养我的第二专长。我目前还没有这种规划，可是我觉得如果说有时间的话，还有那个体力可以的话，还有想要做那个第二专长可以考虑看看就有收入又有兴趣的话也不错啊。不管是以前曾经做过脸，或是没有做过脸，第一次来接触所谓行动美容科技的婆婆妈妈们，经过实际体验，也让他们对原本看起来好像会对皮肤造成磨损的仪器有了不同的认识。
平常就自己洗洗脸这样而已啊，有经过那个现在科技的那个东西哦，再给你那个深层的什么，洁净啦，还有什么护肤啦，就比较当然是比较好啊。我原先听那个讲座用混式的那个，我觉得说再这样搓会不会说磨损皮肤或怎样啊？经过体验还好。其实我们的仪器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哈，它是一个非侵入性的一个物理性科技的美容，它是一个保养型的美容。但是呢，这些仪器它绝对没有这种危险性哈，而且它是就是这个纯粹就是取代我们的以前的手技，然后呢用科技来做一个导入的一个取代的方式。那事实上都跟我们的手技都是一样的哈，它是冷热温度，然后帮你清洁皮肤，它是很简单的一个净肤跟美白保湿的一个合成。在过去，大家对地方活动中心的印象，大概停留在是个宴客时不错的场所选择，再或者就是一些舞蹈、粘土等常见文艺课程的开设地点。如今有生技业者想进驻合作，在地方民代看来，这也是提供妇女2度就业的好平台。我想现在是一个竞争的社会了哈。那当然，我们生活的压力事实上也因为时代在改变，而且在进步，相对的，我们的生活指示也会就是偏高。那在这过程中，我们现在要求的都是一般家庭都是双薪家庭啦。那爸爸妈妈先生太太都会进入到工作职场。但是结婚以后，总是有梦想，但是梦想以后，在小朋友出生以后，一些人就会认为说，非常重视小孩的教育，所以相对的就有一款选择会退到家庭去，就是照顾小朋友。那这个退下来的这个人，不管是先生也好，不管是太太也好，相对的他就会离开个工作职场。那离开工作职场一段时间以后，他也认为说，小朋友在慢慢照顾之下就已经长大了，可以到学校去读书了。这段时间他会发现说，我还是有时间的，我还可以再去就是进入到工作职场，重回工作职场。但是呢，等他在想到回到工作职场的时候，重返的时候，他会发现说，好像跟他之前完全会不一样，跟他之前完全不一样了哈。所以整个环境在改变，整个生活也在改变，那竞争力也提高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也想说，怎么提升自己的专业？我想第2专长的培训的平台非常多了。那如何选择适合你，而且最快速度的效率又最好的平台？我想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行动科技美容哈，这个是如同你能够把自己打扮得漂亮，因为美容人都是漂亮的哈，都喜欢漂亮的。那这个漂亮的过程中，你能够有自信。那第2呢，你可以透过行动美容，没有空间的、没有时间性的距离的限制，你可以拿着你的美容箱到处去替大家服务。那当然再加个美容床，也可以当服务。那同时照顾到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小孩。我想行动美容这些第2专才的培训认照的平台，是所有好朋友哈应该最佳的选择。除了地方民代乐见其成，站在区公所的角度，也乐见活动中心被广泛使用，希望以新兴里活动中心为出发点，带动周边洗漱、湾里等活动中心的使用率，同时还能创造就业与学习机会。活动中心的话，一直以来我们市长希望就是说活动中心不要闲置，所以我们一直就是针对活动中心活化这个部分，除了现有的乐龄学习，然后有一些关怀的课程、据点的一个照护以外，当然我们的里长也非常用心哈，把相关的课程带到这个社区，带到各个里活动中心来。过去以往我们的里民、我们的妇女、我们的居民也好，想要学一技之长，可能要到比较远的地方，或者是说到职训中心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受训。那行动美容、生技这样子的带到我们的社区，除了可以活化我们社区现有的空间以外，可以让我们在地的这些居民妇女能够就近来学得一技之长，未来针对他这些学得的一技之长，不管是在家里的一个自己的照护也好，或是未来他可以创造第2事业也好，都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那其实我们会以新兴这边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行动点，也就是一个示范点。
那未来这一个示范点如果获得非常热烈的回响以后，我们会扩及更多的点。我们希望能够跟静心进一步合作，把这样子的一个行动美容生技带到社区，跟整个社区居民的生活做一个结合，让他们可以就近学得一技之长。新兴里活动中心一直以来就开设有陶艺、拼布等课程，也是许多社区内长辈闲暇之余联络感情的好地方。里长邱志初表示，在过去新兴里活动中心虽然也透过区内的课程培养了种子老师，但也只是少数中的少数。如果要真正的跟社区产业做紧密结合，发展出一条产业链，其实是需要集思广益的一项课题。因为咱知影讲社区的产业，如果若会当含咱产业来结合，有可能就爱费着真大的这个心思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尤其伫咱今仔日振兴科技来伫遮，伊也当做一个手工香皂，嘛会当来甲这个妇女朋友来甲伊做一个美容。我想这拢是一个真好的一个课程，尤其会当互这个妇女朋友做一个第二届创业的机会。我想伫这个所在，可能就是爱含大家三甲研究看未来，如果若是会当伫这地，咱共同拍拼，甲做好一个产业的推销，和社区连结，这就是一个真好的方法。一般活动中心所开设的艺文课程，目的大都是让社区的婆婆妈妈们打发时间。但若是能在打发时间的同时，也能让这些成品有机会做出自己的特色销售出去，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成就。借着这次与生技公司合作，里长希望除了透过行动美容科技来帮助社区内的妇女2度就业，也期望生技公司的产品能结合平时的拼布课程，为另一群婆婆妈妈打造出另一条社区产业。如果讲你一个雪文内底啦，你若做起来了，这个产品不可能你敢塞这雪文出去嘛，但是你若有经过包装，这个包装要怎做？尤其咱社区内底，咱有做一个小拼布的这个袋啊，嘛有可能甲伊带动起来做起来，互伊一个真美观、真水的形体来做一个礼物来送这个好朋友。我想这就是一个产业的开始，但是这个产业的开始的过程内底，可能需要真侪大家磨合。透过不同面向的产业结合，让新兴里长邱志初对社区产业有了不同的期望。但对许多想回归职场的妇女来说，能够2度就业成功是他们现阶段最需要的。除了等待社区成功的产业结合，如果自己能练就一份带着走的技能，多几个赚钱的管道，更是大家心中所盼望的。但离开职场就像和社会脱了节，想重返职场似乎难如登天，更别说找到一份可以边工作边照顾家庭的事业。不过，如今这份期待似乎又多了一个实现的机会。曾经有一个服务案件，那这个太太的时间比较没办法那么弹性，因为要顾及家庭跟孩子，所以在我们帮她媒合工作的时间点上是比较困难。那今天有行动美容那个服务这一块的平台进来，我觉得可以给更多的妇女朋友们更多的弹性，把他们的以后是否把他们的时间可以集中在一个点，然后去学习，然后来考证照，然后进入这个职场去工作，然后也增加一份收入来维持家庭。有了就近的学习环境，学习了一技之长之后，开始要问那客源在哪里？对此，生技公司表示，他们也规划了一条龙的平台。那我觉得应该要给这些妇女朋友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那金星生技一定会拓展到我们全省的各社区的妇女会，还有我们的这些社区的弱势的关怀的据点来做这些的一个服务哈。那我们金星生技
在想说这些活动当中，我们也有跟劳动部合作。那劳动部合作，我们也可以媒合我们这些妇女来一起来工作哈。那最主要我们尽心生计的辅导这些妇女，我们会采用一条龙的方式来服务她们。那所谓一条龙，就是说我们训练完之后呢，我们会协助有一些社区的窗口来预约客人做服务的一个平台。那这个就是我们尽心生计在我们在地创生要落实的做到这些妇女的第二专长跟美容技能的主要的目的。在生技公司的一条龙规划下，不只把学习创业都包办了，甚至连身材器具都帮妇女朋友准备好，让他们可以用1万元轻松创业。1万块就是包括我们这个清粉刺，然后它可以去角质，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冷热仪可以做一些导入产品，让产品吸收到我们皮肤里面，达到一个滋润效果哈。那它包括我们这个皮箱，还有里面的产品，大概可以做到100个人。那这些我们又以1万块来协助我们在地创生这个社区，为妇女做这些回馈的方式，来给我们这些民众。这些仪器是一个基本的净白跟保湿的一个基础，它易学易懂。好，那就是说我们会从技术上先让你了解，之后再上学科。其实事实上，我们因为大部分课程都是上学科的理论之后才上术科，可是呢，我们妇女团体她们年纪慢慢有时候她对这种记忆不是很好，你要让她来做创业的时候，刚开始就是要能够易学易懂，她才能有办法进入状况之后呢，才有办法去服务客人。生技公司表示，为了让美容师能够在服务客人的过程中展现更多的专业，不只是辅导他们就业，更会进行企业内训，规划行动美容科技丙级专业技术检定证照。比起一般劳委会的丙级美容技术师证照，更能与业界接轨。尽心生技公司呢所推出的行动美容科技丙级证照呢，这个证照是属于企业界的内训，那比较没有年龄上的限制。那主要是着重于就创业的一个经营行销管理学，教你如何行销以及经营整个店铺啊，包括自我的一个训练。那也可以用一个科技的仪器代替传统的手技，是一个与企业职场同步接轨的技术。劳委会的一个美容丙级证照呢，主要是着重于基本的专业的一个卫生技能，再加上传统的手技。那在实用性方面呢，你会觉得可能你上完整个劳委会的一个课程，可是你出去外面不一定能够直接能够有所应用，这是2张证照最大的不同之处。有了行动美容科技丙级证照，接下来就是准备实际上线服务客人。生技公司目前跟中油合作的通路，也已经有客人在预约等候。学生经过这个训练之后呢，我们要服务客人的平台必须经过这个行动丙级的证照的技术式的一个认证哈。那认证考试完之后呢，我们公司也会提供我们的一些平台，让客户去做预约，然后你做服务的方式哈。那我们公司也跟中油全省，这样等于是说我们也有跟他们在合作这个部分的窗口。那我们产品也跟中油有一些上架多角化的系列结合。那这一方面也是可以结合到行销，不是只有技术而已哈。那在行销的部分跟技术怎么来做结合？就当然就是说我们训练完之后呢，我们会在我们的一些门市啊，我们合作的门市，像中油现在目前是跟我们有所这些预约的方式。那中油也一直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些客户已经进来了，希望我们的人力的部分能够为他们服务他们的客群。那尤其是中油，他们不是说只有来喝咖啡才在做，因为他们有一些做快保，在做汽车保养的时候呢，利用汽车保养的时间呢，可以做一些客人的服务。那其实这些需求性都蛮大的，我认为说在这个需求蛮大的情况下，我们才在想说找我们这些妇女团体，他们可以做兼差的方式，然后让他们多一些收入，所以才想说用这个平台来做预约。想要重返职场，却又害怕没有企业愿意录用，透过行动美容科技走入社区，也让想要2度就业的妇女多了一项新选择。然而，这项新选择不只适合创业，也有已经在线的美容工作者，更以此作为退休生活的一部分，不止丰富人生，也活出只属于自己的美丽自信。我本来是尽心生技的客户，选择这行动美容作为我退休规划的第2专长。
让我可以广结善缘，结交一些好朋友，包含我自己、朋友、家人，可以做得美美的。跟着静心生技这个社团出去做一些公益活动，每次结束完以后，都让我觉得心情非常愉快，非常的快乐，可以让我在退休生活以后不会感到很无聊、孤单。我已经从事美容这个行业很久了，但是最近我手受伤了，因为静心生技平台呢有在培训讲师，那我也想要借由静心生技平台提升我自己，因为我自己还是很热爱美容这个行业的。我是在新住民关怀协会一个活动里面认识的静心科技的行动美容。基本上它有2个字打动我，就是简单，然后容易。那基本上呢，我是一个属于懒女人，所以呢，我想说，如果可以简单容易的就可以达到美的效果，那我就来学学看。是因为这样子才进到静心设计来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呢，就是觉得还真的还蛮容易的，容易上手的就不用很多繁复的程序，我就可以达到说清洁啊、美容啊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因为自己变美，生活也一起美丽起来。为了让这份兴趣转换成专业技能，不管是把美容师当成退休后的休闲调剂，或是作为退休后的兼职，不断的自我提升，也是生技公司对美容师的要求。而透过产业的内训以及研习发表，学员也能从中获得更多的经验累积。也是因为经由这个丙级证照的考试呢，我们因为平常我们只是在学而已，但没有很积极，所以技术上事实上就是很普通啦。但是借由那个证照的考试就会紧张啊，我们习惯上就一到考试就要加紧练习，然后所以就跟同学们之间就互相练习计时啊、开始啊、操作啊，非常的紧张。但那一段时间不是因为考试得到证照，而是因为这段时间的训练，让我们的技术都有提升。那这样子很相对的就是有信心。那我在跟朋友分享的时候，或者是说，有刚好是客户，就是我们那个静心科技的客户，我们要服务就比较有信心。相对的，在操作的时候，在讲解的时候，因为丙级证照的那个知识，那我们可以跟那个朋友跟客户讲得更详细一点啊，你要怎样做才比较好啊？那客户的接受度就是会非常满意，所以我觉得呢，说参加丙级证照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也是因为这样的过程，才慢慢的静心科技接了那个劳动部的课程。那因为我们有这样信心，有这样的技术，才引荐来当讲师。所以这个过程来说，就对我退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而且尤其是说，因为我有从事表演的的活动，那在表演过程之前，我们就说要表演要漂亮，所以1个礼拜之前就要特别注意的要保养，然后就是然后把这个动作也分享给我的学生，给我的朋友说你1个礼拜之前要注重保养，那在表演当天就会比较亮丽。那因为这样子，有时候就说，你这一次表演好像妆比较不一样，那我们就可以跟他分享说，因为我做了怎样的动作所以那我也可以这样分享给他。那因为这样子的分享，所以觉得还蛮快乐的尤其人家赞美你说你很漂亮的时候，你跟以前不一样的时候，就信心大增这样子。那当然就是参加劳动部的讲师，有点小收入啦，所以这个也是不无小补，就是非常的快乐。生技公司说，像苏怡怡这样把退休生活规划得如此美丽的兼聘讲师，公司里还有许多案例。他们一直都陪伴着这些妇女朋友从零开始，而为了让他们有更专业的技术服务客人，也会要求参加公司举办的公益活动，透过服务民众的练习，融入自己的专业性。而他们在考取内训的行动美容科技丙级专业技术检定证照满1年后，公司如果在高中职或大学的美容科，甚至是劳动部的职训课，都会安排公司的人员前往担任助教，累积到一定的经历，通过教育部同等规定的检定，也能独当一面，皆可挂名。如果还在烦恼2度就业或是退休后的人生规划，喜欢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你，或许可以考虑看看行动美容科技这项新兴产业。